城市終於靜落嚟，你可以好好咁唞下啦。歡迎嚟到深夜樹洞。我曾經讀過一段文字，係咁講㗎：愛唔係一場完美嘅演奏，而係無數次斷弦之後重新對焦嘅過程。今日你可能覺得自己唔係一個稱職嘅燈塔，喺小朋友最需要指引嘅時候，你反而先耗盡咗自己嘅耐性。嗰份無力感的確好難受，但係都請你記住，裂痕其實係光照入嚟嘅地方。嗰啲你覺得被你親手摧毀咗嘅瞬間，嗰啲碎片，可能都係小朋友教緊你點樣去愛一個並唔完美嘅自己。不如先將尖銳嘅自責收起佢啊！今晚要好好咁擁抱下呢個辛苦咗成日嘅你啊！